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阿群妹都要偏爱祝福天下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下礼拜是母亲节咯。故说今日节目当中啊，就爱来同大家来分享好食的鸡卵糕韩国点心哦。韩国啊，今日节目当中邀请到对龙潭来的一个妹耶，佢爱手工做出当道好食的鸡卵糕啊，韩国面包同大家来分享哦。細細嘅來歡迎佢，歡迎顯華，歡迎觀眾朋友大家好，今日真歡喜來到兩位，歡迎顯華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分享哦。今日一開始啊，就因為呀母親節到了，故所愛同大家來分享千無共樣口味嘅雞卵糕。今日帶來吼黏黏嘅雞卵糕，千度都係我冇看過嘅口味哦。故所也係先對呀好食甜嘅媽媽來分享好誒，喜歡吃甜的口味，做得推薦用嘅無 Q 用嘅雞卵糕呢？無 Q 用嘅像白酒蘋果塔，白酒蘋果塔呀，一開始就出現兩個頭擺盲色看過嘅口味哦。白酒蘋果塔這個靈感是什麼啊？是用葡萄酒的那個白酒嗎？對，它就是白色的葡萄酒。哦，同另狗 Q 下來做結合。跟蘋果一起，對，跟蘋果一起，算是比較大人的口感。大人的口感，好，現在來品嘗一下什麼叫做大人的口感。而且你看到底部連這個內餡裡面都是有蘋果的，不僅上面都是蘋果這樣子。聽說要大口吃是不是？大口吃。好感哦，有，一開始嘅酒味就有一點散發出來了，然後吃到有一點點。還帶有一點點脆脆口感的蘋果，對，它蘋果還脆脆的，但是它算是很清爽的味道。怎麼做到的啊？因為一般蘋果做到甜點裡面，因為要經過烤，對，烤完可能就很難有那麼有脆口的口感了。就新鮮的蘋果放進去烤，這樣子。對，新鮮的蘋果放進去就可以。對，新鮮蘋果就可以了。而且它不像是完全的蛋糕，它有一點點像塔派類的感覺。對，它算是比較紮實的塔派類，紮實的水果塔這樣子。對，那除了這個白酒跟蘋果，那裡面的內餡還有加什麼？裡面的內餡它其實是杏仁餡，杏仁奶油餡。哦，對，那我們會用比較大量的白葡萄酒去調製過，所以它就是吃得到酒香味，就算烤過以後酒香味還存在這樣子。對，但是因為烤過了，所以酒香味又不會太嗆鼻，有一點點揮發，然後帶下給那個派啊，也是有一點點脆脆的感覺。好好吃哦，謝謝。因為我吃到很特別的結合，是有一些些的酸苗跟葡萄酒跟香蜜，還有一點點蘋果香香甜甜的味道，然後再加上就是杏仁餡的那個奶香味，然後底下再加上那個塔皮，好好吃哦。所以這個是白酒蘋果口味。對，那沙哈勒還有那個一類口味，也是我比較少看到的。薄荷牛奶巧克力。薄荷牛奶巧克力，如果你喜歡吃濃郁一點口感的，應該說我們常常在冰淇淋裡面看到這個口味，但是蛋糕好像很少哎。蛋糕比較少這麼大量的使用薄荷在裡面。對，那因為我們家種植了很多的薄荷。黑奇卡布卡中哎，黑奇卡布卡中，哇，好特別！而且其實大家有看到這個綠綠的餡，就是這個不是加色素哦，不是色素，它就完全是薄荷跟白巧克力搭配的這樣。所以黑布卡中哎薄荷，然後就把它打汁嗎？打碎，然後再去煮過。打碎再煮過，就會可以跟鮮奶油混合，就有這個顏色，就有這樣子的感覺，再跟巧克力混合。哇，然後所以它的顏色不會太綠，這樣。好，那我來先來吃吃看，再來感受一下，很大口哦。我知道薄荷葉子的味道，很明顯哈。對，但是它又跟巧克力搭的是混搭的，就對，它不會太突兀這樣。因為外面的很多薄荷巧克力口味的薄荷是加薄荷的香精，然後味道會有一點太強了，比較嗆鼻這樣。對，會強調巧克力的味道，但是這樣它就有一點點像草本植物的味道，然後底跟巧克力跟 Q 蜜帶下，我會吃到很融合，然後幫原本很膩口的巧克力增加一點點清新的感覺，好好吃哦！謝謝。而且那個薄荷巧克力啊，它還加了薄荷，不僅是薄荷，它加了白巧克力一起打，對，所以它就綜合了薄荷的嗆味。原來是這樣，而且杭州的老七嘎烏卡中的薄荷。
用甲到底杯，很特别。你怎么？因为一开始，应该说所有的做甜点都好像没有拿真正的薄荷来放进去蛋糕里面。我之前好像没有这样看过。做甜点一般来讲会用薄荷精或什么，因为那是比较快速的嘛。那可能因为我们刚好在比较郊区的地方，然后就会种植薄荷，那量是很大的。那因为够新鲜，所以就会把脑筋动到上面，拿来做甜点这样子。对，古时候人家他烧鸡黑是比较浓郁的口感，那上好了烧鸡其他给它清爽的，我们讲比较清爽的口味。清爽的口味，对，清爽的口味有什么呢？如果只给除黑全部会清爽的，这里这样这一盘啊，这一盘是清爽的，清爽的这个清爽。你说，这个像柚子，对，柚子清茶这个。对，它就是柚子，是我们家自己栽种的柚子，然后熬成果酱，然后做在甜点里面的。对，那清茶的部分就是清茶，就清茶，对，它是龙潭在地的清茶，这样，然后磨成粉加在甜点里面，所以它会有茶香，也会有柚香，这样。这个塔皮好像跟刚刚的塔皮看起来不太一样，这个不太一样，这个有点像饼干的，好大，没办法直接咬，我还是用叉子好了。好，哇，真的，它是6层，然后里面是慕斯。慕斯是怎么做的？同观众朋友说给一下。慕斯黑就是鲜奶油，然后会加你的原物料，像你是柚子或什么，然后我们去熬煮过以后，然后再放入吉利丁，因为它需要凝固嘛，吉利丁，然后再加入打发的鲜奶油，这样，然后拌匀，它会有松软绵细的口感。哇，也是都给杯米，给茶给米稀，好像还有吃到一点点茶渣哎。对，它就因为是自己磨的茶粉嘛，所以就是比较原始的味道。对，你看没想到这个柚子的香味，含过鲜奶油的香味，含过茶跟米稀，可以融合的很好，意外的好哎。谢谢，它算是清爽的味道，但是两个味道都会凸显出来，这样。对呀，每爱的东西是都给按用给 Q 米。对，而且用慕斯的做法，好像又让它变得更清爽一点。对，会比较绵细一点。可能太家看到按用给抽hình，一般可能会先想到乳酪蛋糕，种乳酪蛋糕。哦，对，一般可能就是习惯性乳酪蛋糕都长这样子哈。对，乳酪蛋糕，然后下面一样是塔皮，但是乳酪蛋糕设计了就会有一些系列比较。它那个啦，就奶味比较重一点，但是用这样子慕斯的做法，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打发的状态，所以吃起来它是很轻盈的，是有空气感的，对，很松的感觉。如果是有来懂后生，对，那除了那个柚子柚香清茶口味之外，还有那个一类也是我觉得很特别的哦。这个是就是像如果妈妈或者长辈的话，应该都会喜欢的，它叫做好事花生塔。那它其实是花生，对，长辈会喜欢的。那你可以在甜点里面吃到花生的颗粒，里面超多花生呢。对，这个里面都是花生，是它里面都是花生，用这么满的花生做的。花生味会比较浓郁一点。然后底下的塔皮看起来颜色也不太一样，它底下塔皮是黑芝麻口味的，就是完全符合长辈的喜好，黑芝麻嘛，花青素比较健康一点。好好吃哦！这不止长辈喜欢吧，年轻人也爱，很好吃。而且它里面的那个，你说黑芝麻口味的塔皮，跟花生搭起来，好 match 哦，就有一种好像准备泡茶喝的感觉了，这样。古时候像按用嘅饭条啊，係唔係要有食材咩？清用鮮菜體嘅食材來做，在地的食材。全部会台湾的花生啦，对，台湾花生。然后如果像上面那一层的话，它其实也是用龙潭的红茶做的哦，还有加龙潭的红茶，对，这样子。古时候你看哦，像按用无香用嘅点心啊，哇，阿群我真紧不用到我面前。我真的不知道我要选哪个哎。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是你可以选择一个甜点拼盘哦，对，这样可以组合鸦片昆豆给，对，可以组合成各种不同口味。那你可以有清爽的，有浓郁的，那全家人一起享用的话，各种口味都有这样子。哦，那你也不用切蛋糕，不用那么麻烦。哦，对。到目前为止，你去把出三个结论搞给 Q 米有多少种口味啦？我自己也没算过，就是想到什么，或者是当季有什么食材就会做，所以其实口味蛮多的这样子。所以你说到当季食材，比如说我们现在桌子上也有看到这个芒果，是对，芒果算是季节限定的食材咯。对，就是5月份开始就会，4、5月开始啦，其实芒果就现在就出产了这样子。
那比如说像是季节限定的有芒果，还有没有其他的？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冬天的话就是草莓，大家最熟知的草莓，然后洛神花这样子。哦，洛神花也可以，而且洛神花懂你第一个种哈很多人在种。对，真的。然后做茶或者是可能做成甜点都可以这样。然后如果像夏季的话，3、4月开始会有桃子，然后接着4、5月开始就是芒果这样子。哇，不同季节不同水果这样。觉得很会做甜点的人，真是东本人新鲜呢。用蛮讲，你看一下就做出来，按到创意编发给 Kelmy， 鼓手后还有喊卡到给后面是儿童大家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再来。好，分享大家又賺到福氣來咧，我係總一群阿群妹，家下阿群妹操，最近動幸福，實在動到冇強用 Kelmy 嘅結論，講香港 Kelmy 咩動技術哦，也全部就係對龍潭來嘅顯化去做嘅，哇，真係非常好事。唔過吼，我就想去問啊，阿群妹做節目按久以來，其實問過動到人。做也得結論搞做甜點，唔過也得生來，到底是不是學這個的？到底是不是本科系畢業的？懂你都唔沒，所以我現在想問看新華，我也不是，你也不是，那到底是哪裡學的？有沒有按腔做都按好？哦，應該說就是從小就是我媽媽，她算是我的啟蒙導師，她就會教着我，帶着我做一些東西。好夢幻哦！我現在腦袋裡面的畫面就是那個媽媽帶着女兒，然後兩個人很浪漫在那邊做麵包。對，然後接着就看電視節目，不是有那種教你做點心的節目嗎？對，然後就很好可愛哦，就自己會幻想說就是好像這樣做個點心，泡杯咖啡，就覺得好幸福那個畫面。那也是我很嚮往的生活。是，然後接着就是工作一段時間以後，就真的覺得好喜歡這個行業，真的很想投入，所以就去上了日本藍帶的課程，然後學習了做甜點的方式，然後拿到證書以後回來台灣這樣子，就開工作室，就是就實現自己的夢想，很棒。所以其實後懂你就會有一些動力去實現自己的夢想。那成功跟不成功，就是在這個實踐的動力了，對不對？然後阿 Q 應該就是還沒有動力的，有夢想還沒有實踐的動力。故時候這個有動力已經實踐完夢想回來的人，你就來問看哦，要專業嘅問題哦。既然是這個藍帶已經學成歸國了，我們就要來問一下專業的問題。懂你會講吼，看食譜啊，有乜個低筋、中筋、高筋，冇強用嘅麵粉。啊，假使講外地不卡愛做乜個甜點，愛做餅乾啊，愛做包誒，愛做麵包。不過外不卡冇對應正確的麵粉，我該怎麼辦？比如講，懂你講做餅乾，愛用低筋麵粉。可是艾布卡就沒有啊。所以如果是我的話，我就會沒有低筋麵粉的話，我可能就會取高筋麵粉來做這樣子。可以嗎？其實是可以的，只是說高筋麵粉一般人的印象它容易出筋嘛。對。那所以你在揉製麵團的過程中，做成餅乾麵團的過程中，你可能就要注意你的手勢，然後你不要揉到它出麵筋了或怎麼樣。那其實它一樣可以拿來做所謂的餅乾啊那類的這樣。鼓手可能講做唔得去揉它，不可以這樣揉它，為了均勻，對，它可能會出筋或怎麼樣。那速度是不是也要快一點？趕快把它混合。對，可能就盡量混到大致均勻就好了，鬆軟大致均勻這樣。所以其實都是可以取代的。其實真的可以取代。哇，原來係按呢。鼓手天使給條前的觀眾朋友，係講假使你要做東西，阿布卡某正確對應的那個精度的麵粉給發，只要掌握好這個手感，其實是可以取代的。其實是可以取代的。啊，原來是這樣。鼓手後除提呀低筋、中筋、高筋這個專業知識以外，接下來就要來問關於烘焙類的哦。這做麵包，你其實新華妹黑懂腔也是很在行，很厲害。而且為什麼我說很厲害呢？因為有用到水果酵母這個東西來做。上了水果酵母是什麼？我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酵母對於麵包的重要性，好不好？
好，就是酵母主要就是让面团可以膨发嘛。对，那所以我们一般外面会有所谓的速发酵母啊，对，新鲜酵母啊，块状那些的，对。那我们一般就那发酵速度会比较快一点，可能你只要面团揉制好，它可能1-2个小时，它就会膨成2-3倍大。大家不要想说1-2个小时是快的哦，不是久的哦，其实1-2个小时已经算快的了。对，如果像我们自己用水果酵母，像我自己的话用的是葡萄种的酵种或者是苹果种来做的话，那可能在发酵时间就会比较长，大概要10几个小时，对，10几甚至20几个小时这样子。哇塞，这样比起来就不会觉得一般酵母发酵很久了，真的。但是水果酵母当然有它的好处，不过像按用跟酵母拿来做面包，黑公，如果今天我做面包没有酵母，有其他的东西可以代替吗？没有酵母目前应该是没有办法，因为你就需要它的酵母产生2氧化碳，让它面团有蓬松感嘛。所以目前应该没有办法。酵母对于面包来讲是不可以获取。你可以买现成的，也可以自己养，但是无论如何都要有那个部分这样。那你说的水果酵母，因为 Hinovo 买到那个速发酵母啊，它就有点像乳酸菌那一颗一颗小小的那样子的粉末，但是自己做的水果酵母，感觉像软木啊，有看过引周就是一罐。然后液体，这样子就是酵母可以发酵对，它就是就是所谓的异种这样，一般人称之液态的种。那这样子，像这样我们有看到这个照片，就是新华七嘎罗州给水果酵母，按用给水果酵母，唐贡有没有观众比较可以简单上手的一个方法来制作这个水果酵母？简单上手嘛，其实像我会用葡萄干来做种，就是因为它算是我试过的水果里面算最稳定的一种，所以观众朋友如果在家里也想要尝试的话，其实真的就可以养葡萄干种的这样子。真的吗？对，它其实呀，都得搞矮一哈嘛，我很想回去试试看。就像你可以准备干净的玻璃瓶，那把它洗干净、晾干以后，用我们的可食用的酒精消毒过后。可食用的酒精不是洗手酒精哦，可食用的哦。然后就是葡萄干，然后水的话，我们不要用所谓的纯水或者是什么蒸馏水，我们就用我们一般水龙头打开的水也可以，自来水就可以。对，那如果生菌数不会太多吗？它其实因为你养酵母就是需要它有活力嘛，所以其实如果你用的是自来水的话，它其实里面多少还有一些没有消毒干净的矿物质，所以不用煮开也没关系。其实不用，因为你面包最后还会烤过，这样对，它需要那个矿物质来帮助它养成那一桶酵母，这样对，所以葡萄干、水还有砂糖，对，就这3样东西。比例的话，我自己的话是葡萄干跟砂糖的比例是2:1。譬如说我葡萄干如果500克的话，我砂糖会放250到300左右。那然后就水把它盖满那个瓶子跟葡萄干。譬如说你瓶子这么大，我可能就会7、8分满，就对，会盖过葡萄干跟砂糖的量。按用就不用等，然后在温暖的地方，然后可能就是盖子不用锁到非常的紧啊。就稍微有点空隙，因为发酵是需要接触，它需要一点空气，对。然后我们每天就是可能你固定时间或者有时间的时候，每天把它搅拌过一次，这样就大块了拉，对。然后它就会慢慢的会有气泡浮上来，然后你可能观察它个5天或者是6天7天，它就会如果像刚刚的照片上这样，葡萄干会浮在上面那个状态，其实就是差不多完成了。像按用天丝蛋糕有胸片，对，像比较大桶的那个旁边那个比较低的那个浮起来，对，浮起来的时候，其实比较大比较小桶这边它算是葡萄干有点浮，那下面还有东西，那其实就是在养的过程中养到一半。对，然后水分位置比较低的那个，它葡萄干都在上面了，对，那其实就是养完成了，你可以使用了。原来按呢，或者可以有成功吗？就是葡萄干有没有浮起来？有没有浮起来？然后你打开上面就是你的空气，它上面会有很多气泡。你在搅拌的时候，其实你每天搅拌，你就会发现它会有一个声音，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那种气泡的声音。对，然后就表示空气因为产生然后会有一些香气浮上来，就这样。然后其实到第5到第7天左右就可以用了。那像这样子，其实水果酵母要在使用上面，雄心天使一条，现在观众朋友吃都奇怪，我的食谱又没有写说水果酵母要加多少，我食谱上面只有写说，酵母加1汤匙、1茶匙。那我到底要怎么把一般的速发酵母替换成自己做的水果酵母嘞？那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水果酵母都是液态的嘛，那你其实就可以把你这个液态的水分的部分取代你原本面团要用的水分。
啊，对，这样子它就可以，然后再放在温暖的地方，或者你有发酵箱的话，放在发酵箱里面，对，发酵个8个小时以上。就是一样要膨大到2倍大，我要昏倒了。对，8到10个小时，它一定会有2倍大的时候。2倍大，对，那你就可以拿来做成你要的东西。因为水果酵母它其实会慢慢发，用甜盐跟红色本给慢慢发。虽然它会发它久的时间，不过一天有几好的地方。好的地方就是因为它经过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其实就是让你在吃的人，就是你不会产生胃酸，也不容易会胀气。对，有人说吃面粉会胀气，对，它可能会产生胃酸不舒服。对，那因为长时间发酵，它里面东西都转化完成了，所以其实你就不容易胀气，但是一样要适量食用。它是不是有一点点类似老面的概念呐？发酵久也可以这样说，其实原理差不多，只是差别在于老面的部分它可能是它原本有用速发的酵母发过了，然后再留一坨下来，对，然后继续养下去，那就叫代代相传，对，代代相传就是传家之宝这样，对不对？那这个的话也是可以这样说啦，就是你就是花比较长时间让它彻底发酵，就是所谓的完全发酵的时候，那我们比较肠胃敏感的人就不容易会胀气。那其实生起来的米头会不会有一点点差别？因为你用了水果酵母，或者是你今天用葡萄干，明天用苹果酵母，会不会味道不太一样？香气，像葡萄干的香味，发酵它的麦香会蛮明显的，我自己觉得它麦香会蛮明显的。对，那苹果的话，其实会有苹果或水蜜桃啦，水蜜桃其实也可以，它真的会有淡淡的果香，但是葡萄干的糖的味道会比较重。那苹果或水蜜桃的话，会果香比较明显，这样。对，哇，因为阿 Q 妹这个问的动作好啊，伊下问动作问题，因为对像做按用烘焙啊，还有做鸡卵糕啊，全部都会懂专业嘅知识咯。还有稍後來節目當中啊，還有後面是要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進來哦。好，分享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總一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吼，對於龍潭來嘅細阿妹嘅自家做雞卵糕，自家做麵包，剛好送一台阿權妹聽認真問問題嘅啊吼，讀到呀這個水果酵母按專業嘅問題，難得有專家來，聽說我家家老去問清楚。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漢白啊，自家做麵包嘅時節啊，冇聽說咩做得來用一下這個水果酵母，冇聽說食起來會有冇共用嘅感覺哦。啊，今本日有請到刑法來到節目當中，就呀下就來說到呀後面是咯，就係家下講嘅水果酵母做出來嘅吐司。對，而且這個吐司啊，這個是香橙吐司。香橙吐司，它裡面加了就是我們自己會買柳橙、香吉士回來，然後熬成醬，再打在麵團裡面。所以你費工哦，對，時間會花費比較長，所以你看不到柳橙丁，但是它會有一點點香橙的味道哦。然後因為它是連皮一起熬煮，所以它會有那種就是精油的香味在裡面。這個撕開來，對，這個麵包的結構也太漂亮了吧！它不是那樣子，外面有一些的麵包雖然很鬆軟，但是它太空洞。哦，對，這個會比較紮實一點，就是你可以很實在的吃到它的就是口感這樣。雖然它結構就是裡面看起來很多東西，不過其實起來嘅口感唔係硬嘅，對，它是軟的，是軟的，對，是軟的。有，我吃到了一點點淡淡的柳橙的味道，好像還有那個精油的那個味道，對，因為它是熬在裡面的陳皮精油的味道，對，哇，而且它不會很甜。那對，因為現在人不喜歡吃那麼甜嘛，所以一定都會減糖減油這樣子。好好吃哦，而且還淡淡的，有一點點麵粉的香味，還吃得出來。對，就是所謂麥香，其實還在裡面。對，還在裡面。像這樣子的，像這樣子的吐司，是你的消費者同你買過以後，他們的回饋是什麼？回饋是什麼？我們會有客人就是固定都拿這個當早餐。那因為我們其實是假日才會販售外帶的麵包，對，我們是假日的時候固定，所以他們就會固定訂購，然後可能1個月的量他會訂足，這樣。他是訂1個月，對，他會很喜歡這個東西，他只吃這樣東西，這算是店裡面比較就是多人愛的口味這樣子。
所以里面的柳橙也都是台湾的柳橙。哎，柳橙其实是香吉士，其实是进口的，进口的。因为如果用台湾的话，我们曾经熬过，但是它会比较苦。太苦的东西，因为陈皮的关系，陈皮对它不会像香吉士是比较甜味的，对，就不太适合做在面包里，所以苦味太明显。当然，做的用菜体的东西，尽量用。不过，迄讲拄到嘅口味啊，无去用嘅，就做的选择比较适合的食材来制作。真嘅。韩国撒下来，咱个伊拉面包嘅口味，咩迄爱哈无糖过嘅哦，是咸的面包，是它是辣的味噌，这样。辣味噌，对，比较特别一点点。对，怎么会想说要做辣味噌的口感啊？因为之前在日本上课的时候，对，那其实每天都要吃饭团嘛，日本人很多饭团，那里面就是有包辣味噌口味的。那回来以后其实蛮怀念的。对，那后来想一想，那可以把它拿来做在面包里面，台湾好像比较少听到这样子。然后做了以后发现，还不错，咸咸香香的。对，所以就里面最比较特别，我们会把它改成辣的，是因为里面比较特别是我爸爸自己熬的辣椒酱。有看到对，然后我就会把它拌在味噌里面，然后这样子把它调整一下。味噌加上辣椒酱。对，我爸会自己熬那种就是朝天椒会熬成酱，然后我会加小部分在酱里面，这样。它很奇妙，它吃起来有点像起司的味道。啊，如果要这样说也是，对，然后就是有点咸香，对，咸香有点辣辣的感觉，很像起司的味道，好好吃哦。谢谢。你的食材甜点都结合爸爸跟妈妈，对，就是因为我们是全家人一起，对，一起工作嘛，所以就是他们会给我一些灵感这样子。对，那这个我想这个爸爸应该很喜欢，感觉就是爸爸蛮爱的，对，大人的味道，是大人的，也比较重口味一点点，对，有点在吃烧烤的感觉。我那个 miso 跟米西很清楚、很强烈、很好吃。那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面包，其实都是水果酵母制作的面包，全程都是。你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用水果酵母做的？对，所有东西就是需要发酵的，都会用我们自己养的酵母啊。所以你说你周末卖面包，那你要多久以前就要开始准备啊？平常日的话也有营业，但是平常就会卖甜点嘛，或者是司康类的，对，所以我们就是基本上我们家人是没有假日的，因为随时都在备料。水果酵母它需要很长的时间做发酵啊。对，我们工作时间会比较长，就会一直等。对，然后等的过程再去可能要熬煮各种酱料，因为面团或甜点要用这样。那其实从买也都按后设给面包啊，做豆腐卡以后最重要的就是乡亲朋友、消费者朋友，每周得吃到 Q 用嘅口感 ，Q 用嘅米西。那我想问问看，如果我们都已经花了钱买这些品质这么好的面包，这种豆腐卡按用也是怎么加热才可以吃到最好吃的口感？如果家里面有烤箱的话，那当然我们就是建议你放到烤箱烤个3分钟就好了。就是切片完以后，你就拿出你要的分量，放在烤箱里面烤个3分钟，就会有点外酥内软这样。对，但是因为你是烤箱再烤过的，所以你必须要赶快吃完，不然很可能会比较硬一点。对，比较硬一点。那所以我们大部分时候最近开始都会介绍客人，你可以用电锅蒸。电锅要加水吗？要加水，就是譬如说1/3杯米杯的水，然后你就可以把它蒸得很柔软。而且天包应该太部分饮不卡都油啊，就不会像有些人家里没有烤箱的话，那所以加1/3杯的水。对，你从冷藏拿出面包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蒸热，吃起来会很软 Q。那如果你是回家就已经把面包放在冷冻库，那你要再加热的话，就要放到半米杯的水。对，然后蒸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它一样会 Q 软，一样会很好吃，然后也不会因为整某按油，故手不会湿掉，不会湿掉啊。对，就是 OK， 可以自己回温吃到最好吃的状态这样。哇，故手吼，大家好喜来哦！根本也唔单枪同太搞了，服用这个高筋、中筋、低筋可不可以替换？没同太搞服用水果酵母，含高太搞运用了回温面包。三下来啊，刚刚讲的按豆，我们这个。福气来的播出的时间就是下午茶时间，所以现在儿童太高了，服用下午茶的点心。下午茶的点心，给我们带来的是 bagel 还有司康。bagel 和司康。对 ，bagel 应该也是大家很喜欢的。bagel 对一般人比较熟知的 bagel。对，大家很喜欢。那其实我这样看起来，我觉得你的 bagel 也是走很扎实路线的。对，我们家面包都比较扎实。对，然后它不会太硬啦。很多人吃 bagel 就是怕太硬，对，它不会这么的硬。
对，然后这个口味是蔓越莓的，蔓越莓的所以会有蔓越莓酸酸甜甜的味道在里面。嗯，它的皮，因为 bagel 就是它的皮是比较有口感的，是，对不对？嗯，对，它的皮吃起来很有嚼劲，然后底部又不会懂干，所以很适合哦，而且里面都没有很明显的甜味，它是走健康路线的，一直都是健康路线，对，减糖的，很好吃哎。所以像这样子的有嚼劲的 bagel， 你建议大家怎么吃它呢？建议大家怎么吃我们很多客人会买回去切开来夹馅。就是看你要加个鸡蛋啊，放片 cheese 片啊，什么都可以。就是因为我笨蛋看到有这个果干，我就想说应该是甜口味的。我每次买到甜口味的 bagel， 我就想说，怎么办？我好像只能吃甜的，就不知道要加什么馅进去。因为甜的 bagel 就会跟咸的料有时候不见得那么合。如果它 bagel 做的很甜，是，所以刚刚色豆芽 bagel 它是没有太多甜的调味的，是可以自己加咸的东西。你单吃也可以，回家要夹料也可以。对，除了 bagel 以外，还有咱会看到一张 Dino Boy 也是很常见的一个点心，叫做司康。但是 Dino Boy 的司康啊，它看起来有一点点像饼干的状态了，就是它比较松，比较松一点。对，那我想请新华同太卡分享一下，雅布卡给司康跟外面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最大的不同也是用自己养的酵母做的司康，那所以它没有再加泡打粉去发酵，那我们就不会有一种碱味。哦，对，有些时候我们吃司康会有明显的碱味，那有时候会有点磨牙这样子。那因为我们是自己养的水果酵母做的，所以它会味道算是比较温和一点，对。但是也是因为是养的酵母做的，所以它没有那么松软，它会比较介于面包跟面包的口感这样。哦，我想听说没有瘾中医，还有听说这口味也很特别哦。就是有机燕麦加在里面。哇塞，也是很健康的口味。那除了亚色类东西以外啊，里面东西可以搭配哦，韩国咩黑妈妈中的对不对？黑妈妈中的，来妈妈来胎子中哎，对，就洛神花，好漂亮的颜色哦。对，因为它算是酸酸的饮料嘛，所以是很清爽的。那你不管要搭面包、搭甜点，它都算是可以解腻的这样子。哇，古说今日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到东东嘅，相信唔单枪看到东东好色咧，咩好到东东知识。古说，迄个乡亲朋友想要请到。想要找到新华，要用什么方式可以找到你呢？可以在网络上，我们有 FB， 搜寻 FB 找你，对，然后可以找，可以讲店，可以啊，我们的店名叫碰干，这样。哦，碰干，碰干，就做得起没到你，对，就找得到我们了。对。古时候，我相信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今日好到东东哦，韩国没看到东东后面是古时候，大家听说的东东支持安阳嘅菜天嘅小阿妹嘅，韩国记得为老妈妈讲一声母亲节快乐哦。今日沈梦新华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什么意？没沈梦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嘅舒可休息一下，等下叫下来做运动哦。